阿蘭區面對112年曾經天高這流行壓力，嘛，互因這幾冬來神經病甲安安。面對今年到2月為止，越南已經有1萬多病例危機，加上最近天氣炎熱佮落雨，所以公司率先邀集各里長甲防疫志工共同舉辦誓師大會。副市長葉鐵山甲市府副秘書長林永川攏到場，除了感謝大家一直以來辛勞，嘛要再次展現齊心防疫零病例決心。循道清刷，我相信大家都朗上口，所以這些所謂的資生源的清除應該是上第一要件，要日日清、日日巡，然後隨手檢，然後依咱阿蘭區的幅員這麼大，環境這麼複雜，事實上實在是不簡單。今年的登革熱，我們期待目標一樣保持零本土的病例，所以必須要所有的環保志工來協助、來幫忙。那阿蘭區幅員廣大，更需要各里里長的協助。阿蘭區面對人口密集、環境生態多元，加上閣是全市第4大面積，要防治天高熱，一定愛大家加一份用心。對此，衛生局嘛全國首創祭出2項，包括民眾甲志工自主通報，可以當抽地更的政策。志工只要掃那個 APP， 然後呢，咱出去外口巡，拄仔咱副市長嘛有講，咱那邊幅員就大的吼，咱若去外口巡迄陣有看到。積水容器你等於讓掃一個用這個 APP 拍照上傳，那衛生局會去查，那如果查到有重大滋生源，也有獎金吶，也有獎金。所以這一塊因為我們的人力有限，所以我們需要所有的志工朋友來幫我們去發現一些滋生源。其實，在場里長志工對着防治天高熱攏相當有經驗，嘛知影熱區已經是專家，所以網通全消滅防疫大團結，不只是口號，而是再次呼籲民眾小聽落實循道清刷。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